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1日，约伯记42章40到50安尼讲：请你听，我要讲，我请问你，请甲我指示。我前捌听见你，但我亲目看到你。三甲来祈祷。阮前听见你，但阮亲目看见你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你是稳定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道路宽过阮的道路。你的意念宽过阮的意念，主啊！你对阮的计划是极其的水，你对阮的安排是极其的好，主啊！你的慈爱永无变换。主啊！前阮捌失迷路，照家己所喜爱来行，总是你不时用你的疼来挽回阮，互阮通归回你的怀抱。主啊！阮知你要听阮祈祷的声，请你听，阮要讲，阮请问你，请甲阮指示。阮前捌听见你，但阮亲目看到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